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上晝亦有出席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同2026年施政報告地區諮詢會。佢喺同日發表嘅網誌裏邊指出，本港整體經濟繼續穩步增長，受蓬勃對外貿易同強韌內部需求支持，本港經濟連續14個季度保持增長，本地生產總值今年第二季按年增幅為4.3%。佢透露，本港今年上半年經濟增長為5.1%，較預期強勁。預料下半年商品出口繼續受惠全球對人工智能產品強大需求，境外對本港金融及商業服務嘅需求持續，及訪港旅客嘅增加，都將帶動服務輸出增長，有利本地消費同投資氣氛。陳茂波話，綜合考慮整體經濟發展情況，今個月中發表嘅經修訂全年經濟增長預測，將會從原先預測嘅範圍向上調整，但係未來走勢仍然受地緣政治局勢發展、美國息口同其他不確定因素影響。陳茂波喺網誌裏邊又表示，喺中央相關部委堅實支持下，離岸人民幣國債期貨星期一將喺本港上市，首隻上市嘅屬5年期產品，係目前唯一離岸市場上面同類產品，俾國際投資者可以沿用喺本港嘅交易帳戶、習慣同流程，喺離岸市場完成相關合約嘅交易同結算。佢形容呢個係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發展嘅新里程，並且指出本港離岸人民幣市場發展持續深化，離岸人民幣市場嘅發展建基喺國家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同穩健經濟同貨幣政策，不斷深化嘅國際經貿同產業合作，必定催生更多人民幣使用場景。從貿易結算到投資計價，從資產配置到央行儲備，人民幣國際化嘅深化發展需要功能全面同埋高效率嘅離岸市場作為支撐。從北向嘅債券配置同利率對沖，到離岸嘅融資同清算，再到以人民幣計價嘅貿易結算，讓香港成為雙向配置與雙向風險管理樞紐。本港會繼續發揮好聯通內地同全球市場紐帶作用，積極推動離岸人民幣市場走通、走穩、走深，鞏固並優化香港作為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嘅功能同地位。香港電台記者劉景輝報導。